国民党不分区名单出炉，现任的党主席吴敦义是排第10名，也引起着党内青壮派的不满。台北市议员罗志强甲游淑慧等人按昨开始就伫党中央头前来静坐。党主席吴敦义今日透早向来出现，当面甲因沟通。吴敦义讲，不分区的名单无可能搁改，而且一开始有人建议讲伊排不分区第1名，伊就拒绝，认为讲家己已经是退真济步了。咱来看现场状况。 从头到尾你都知道的。2008年就是因为同心协力，113席的立委才能赢81席，5席是党友，然后2个月之后，马英九是765万多票。他虽然是被起诉，我们还是推他做总统候选人。这中间，志强你都很熟的啊，我没有一点点对不起任何人，我都是节制尽忠。 现在承担这个角色，也不是在享受，你也很了解，你跟随马总统有很久的时间，现在虽然你没有跟随在旁边是消息是就学长，可是你很熟的，所以可以啦。我们不分区立委没有办法做到每个人都满意，每一个人都满意，这不可能的事情啊。有先后秩序，跟主席报告一下，就是说。 事实上，主席过去啊，尤其您在行政院长的任内哈，您的政绩，我觉得这个是向来都是我敬佩跟肯定的。那副总统的时候，事实上我也是非常尊敬的。其实今天会站出来，一半当然是因为这不分区的名单，外界有很大的批评的声浪。请指教没有关系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其实我是不舍主席你，真的不舍主席你，因为。 我觉得今天如果我是你的幕僚，我真的会很诚心的希望主席你能够排在第15名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你不该去做一个阳春的立法委员。如果说今天你排在15名，15名拿得到，代表国民党国会可以过半，到时候您进到立法院去角逐立法院长，志强一定举双手双脚的支持挺你。可今天摆在不分区第10名的安全名单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今天会发生外界怎么解读。 我听到很多人告诉我说，那国民党是。